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初六开记者会表示，讲即马国内疫情严重，基层教师的工作量也超磅，除了要爱准备课程以外，还要协助这疫情相关的工作，实在是做袂嚟。呼吁中央政府要爱赶紧想办法解决。 疫情严重，真侪学生较紧停课，学校老师即马除了上课以外，嘛要负责校内防疫工作，亲手发快台试剂、防疫包予学生等等。有老师不满，向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斗讲，家己袂输咧兼职做上会员。如果说家长这个时间他不能来学校领，老师是不是还要这样子？学校要应付他周六日的一个情况，让他来领取，甚至有些可能连家长他都没有办法，都被居隔，都没有办法出门了。那有些地方可能甚至还请老师要去送到家里面去。全高中表示，最近有真侪第一线的教师真情，政策直改，地方政府甲中央指令无共，甚至爱因负担原本属于社政甲医疗体系的工课。另外，嘛有老师临时拄着确诊者，若要找代课无相关证明，代课费用爱安怎处理？锁定实体工课超磅等等，拢希望政府提出方向。 然后接下来应该给予更多的，包括公假排代的一个认定的宽松，应该更为弹性。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是，老师每天都在加班，有没有适当的补休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跟请求。 全高中呼吁政府单位应该简化校园的防疫做法，正视学校的需求。若必须将医卫社政工课放予学校，嘛希望补充相关的物资甲能力。记者陈嘉木、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